大家好，歡迎收看《歸途有勁海外亂港分子自首法律訪談》系列嘅節目。咁第一集嘅主題咧就係西風緊，我係節目主持人高翔高崇傑啦。大家好，我係大衛 Sir。今日咧，我哋要探討一個非常敏感而且現實嘅問題。曾經咧就被視為避風港嘅西方國家，好似英國啊、美國啊同埋加拿大。近年來咧，佢哋就紛紛咁樣收緊移民嘅政策。呢啲政策嘅變化，唔單止令到部分香港人陷入困境，甚至咧淪為邊緣人。冇錯啊，喺呢啲政策咧，本意就係咧調控本國移民嘅結構，但係咧卻讓到一啲咧缺乏正當身份、冇穩定收入嘅港人面臨住一啲咧生活嘅壓力，甚至乎被遣返嘅風險。今日咧，我哋邀請到兩位非常重量級嘅嘉賓，咁包括有退休法官杜浩成大律師，以及龔正儀大律師，從法律同埋現實嘅層面咧，去剖析呢啲政策嘅深層次影響，並咧探討港人咧喺未來嘅出路。歡迎兩位。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杜大狀啊，我想問下咧，英國嘅 BNO 簽證計劃係好多港人移民嘅主要途徑啦，但係喺近年嚟啦，一啲政策嘅收緊，卻引發起咧不少嘅爭議。如果從法律角度，你點樣睇呢啲咁嘅變化咧？嗱，BNO 呢個簽證計劃咧，原先嘅構思係一個特殊嘅即係移民政策嚟嘅，就唔係永久性嘅。佢係根據英國國籍法，就俾一啲 BNO 嘅申請人啦，就有啲額外嘅外交保護權，但係咧就冇自動賦予佢一個居留權嘅。近年來咧，英國嘅內政部提議啦，如果係申請永居嘅話咧，嗰個時間需要由5年延長到去10年嘅。咁至於呢一個政策會唔會影響我哋5+1嘅申請咧？呢個就係有待觀察同埋有待去再進一步去研究。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就多咗一啲新加入去嘅門檻嘅。咁譬如佢嘅入息嘅要求啦，咁每年要達到12,570英鎊嘅。而語言嘅要求咧，就由 B1 就升到去 B2嘅級別。由於呢個佢哋嘅政策咧嘅出台咧，就嘅時間比較短啊。咁現階段好難係確切咁知道佢對於香港嘅呢個群體嘅申請人有咩影響嘅。咁最重要嘅就係到底話，譬如話嗰個入息嘅要求係咪由佢批核之前翻去3年5年咁樣要提供數據咧？咁呢個可能容易處理啲，嗰張稅單就應得。咁至於話個英文嘅要求啦，咁考試合格率係幾多咧？咁暫時係冇呢方面嘅數據嘅。咁但係佢嘅不確定性咧係確實。理論上嚟講咧，就會對呢啲群體咧構成幾大嘅心理壓力。咁啊，我想請問下龔大狀，你點樣睇美國同埋加拿大嘅情況咧？喺法律上，呢啲國家收緊移民政策嘅理由係咩咧？嗱，美國同埋加拿大嘅情況咧，與英國其實好相類似嘅，但係亦都各自有佢哋唔同嘅特點嘅。嗱，首先講翻美國方面啦，美國嘅庇護政策咧係依據移民與國籍法嘅實施，但係近年以嚟咧，國土安全部同埋移民局咧就大幅咁樣提高咗審核嘅標準。嗱，舉例嚟講啊，庇護申請者咧就需要提供更強而有力嘅證據嚟到證明佢哋備受迫害、威脅。2023年嘅批准率，你哋估幾多？得35%啊，35%。咁根據庇護與移民處理法案2022咧，美國加速遣返未獲庇護者，咁呢一個即係如果一取消啊，一拒絕咗你個申請嘅，咁啊即刻執包袱啦，即係隨時會發生嘅呢件事。咁呢啲法律嘅變化，對於嗰啲試圖以庇護身份留喺美國嘅香港人嚟講咧，係一個巨大嘅挑戰啊！亦都係可以講，其實係個阻礙啦。佢哋不僅要面對申請失敗嘅風險，仲可能被驅逐出境。呢個隨時突如其來嘅被驅逐出境，唔知幾時會發生㗎。咁啊，美國嘅鄰居啦，加拿大方面嘅情況咧，咁啊，加拿大嘅移民與難民保護法咧，就設立咗快速通道系統咧，主要針對高技能嘅移民。但係近年嚟咧，分數門檻不斷咁提高啦，對於申請者嘅學歷啦、語言能力同埋工作經驗咧，提出更高嘅要求。咁家庭團聚嘅條件就更加嚴謹嘅，擔保人需要達到更高嘅收入標準，低收入嘅家庭幾乎係無法符合資格嘅。好，兩位嘅嘉賓嘅分析咧係非常透徹嘅。從現實層面嚟睇咧，呢啲政策亦都對港人群體啦造成咗咩影響咧？就住英國嘅情況而言啦，
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咧，就係我哋冇咩權威性嘅統計，係話而家喺英國港人即係申請永居嘅群體裏邊咧，佢哋嗰個有資產係有幾多啊？佢經濟能力有幾多啊？或者係佢嗰個教育背景去到咩程度咁，就冇咩權威性嘅即係統計咁樣，我哋唔知呢一樣嘢。咁但係咧，如果喺短時間之內能夠話申請去成家舉家去移民又好，直身移民又好，即係咁樣做嘅話咧，咁睇上嚟咧，佢都應該係有一啲條件嘅人士先至可以做得到呢個呢個咁嘅效果。咁我用一啲較為樸素嘅睇法啦，咁自然有一啲去呢啲群體裏邊有一啲咧條件相當之好嘅，亦都高學歷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咧就係中中挺挺嘅。咁啊，需要去揾份工做支撐自己啊，支撐家人啊，咁個學歷方面又需要去繼續去進修啊咁樣。咁另外最差嗰啲咧，好可能咧經濟條件唔係好得啦，揾到嘅工作咧個工種亦唔係咁好。咁所以咧收入方面，咁好可能即使你有一個正職都好，譬如去到中間嗰節同埋下邊嗰節咧有正職都好啦，你都可能要考慮下會唔會需要加個副業啊，先能夠達到佢嘅最低要求。佢仲要幾年嘅數據咁樣，咁呢一樣嘢已經可能會影響到個生活嘅質素啊。咁而英文而言啦，咁當然間有啲英文程度好高嘅人士，呢一定會有嘅。咁但係喺中層下游嗰啲嘅話咧，會唔會需要話花多啲時間去準備呢個英文考試啦？要去進修啦，進修要費用啦，要時間啦，考試又有壓力啦。咁對於嗰個生活嘅質素嚟講咧，會唔會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咧？咁就呢一個咧，反而係我覺得係對於呢嗰班即係港人嘅群體而言咧，最直接即時佢就要諗嘅嘢啦。咁就當然間就要諗，倘若失敗嘅時候，咁點算咧？係咪回流咧？係咪去其他地方咧？咁呢個又係另外一個更加大嘅壓力來源咯。咁美國同加拿大嘅情況咧，亦都不容樂觀嘅。美國嘅庇護政策嘅變化咧，意味住啲乜嘢咧？好多香港人可能無法通過審核，甚至面臨遣返嘅風險。喺加拿大咧，快速通道嘅門檻提高啦，令一啲香港人咧無法滿足移民嘅要求，只能夠長期處於失業或者低收入嘅狀態，長期就成為一個邊緣人。同埋今次門檻提高得，將來可以不時咁提高，每次你差唔多得，佢又改，咁你喺嗰度係沒完沒了嘅，有冇前途咧？有冇希望咧？可以講就真係好難有啦。我哋睇到最近美國嘅 ICE 驅逐好多嘅非法移民，咁啊喺今時今日咧，其實美國對於移民嘅政策咧，其實係越嚟越收緊嘅，同埋咧大家知道係入境抬頭噶啦。咁我亦都有好多朋友咧係認識好多移英嘅香港人，佢哋都提到當初咧，因為呢啲西方國家就係避風港，但係今時今日咧就唔係咯，就絕對係變成一條絕路啊！例如好似張先生一家人，佢哋喺5年前就移居英國，原本咧就計劃5年後咧就申請永居嘅，但係收入嘅唔穩定同埋語言障礙，令到佢哋冇辦法達到呢啲咁嘅新嘅要求。佢甚至形容咧，當初呢一件事絕對係一件政治嘅騙局啊！美國人都係咁樣啦。我哋睇翻而家香港嘅社會咧，就真係非常之安定，而且咧就經濟繁榮，為嗰啲選擇留港或者回港嘅香港居民咧，提供咗一個非常穩定嘅生活環境。我哋知道而家成個國際形勢對於全世界係中國同埋香港咧生活比較好啲嘅啫。而家見到好多西方嘅領導人嚟到我哋國家進行探訪，咁啊啱啱前嗰排我哋習近平主席咁啊同普京同埋特朗普咧，亦都進行過電話嘅傾偈。咁啊相比之下，咁嗰啲要選擇離鄉別井漂泊海外嘅移民咧，面臨嘅唔單止係啲政策嘅壓力啊，最重要咧就係心理上高嘅孤立感，呢一點係非常之嚴重嘅。非常認同大衛 Sir 所講嘅嘢。根據咧倫敦國王學院嘅研究啊，若咧英國全面落實新嘅永居要求，咁只有咧8% 嘅港人嘅家庭係能夠符合呢個咧資格嘅喎。咁而多達啦43% 嘅家庭啊，將無法咧申請永居。同樣啦，加拿大嘅快速通道制度啊，亦都讓到30% 嘅港人咧家庭係因為咧言語同埋學歷被拒之門外。咁而美國嘅庇護政策嘅收緊啊，更加係讓到好多嘅香港人感到咧無路可走添啊！呢啲數據充分反映出咧政策對於移民群體嘅深遠影響，而且係一面倒嘅負面影響。更加令人擔憂嘅係隨住西方外部資助嘅逐步斷供，呢啲依靠臨時資助為生嘅香港人只會更加面對絕望嘅處境，更加困難嘅情況。佢哋缺乏穩定嘅收入，無法融入當地社會，甚至面臨隨時被驅逐出境嘅風險。呢啲情況嘅香港人喺嗰啲西方國家又如何自處咧？點算好咧？會唔會話有一啲港人咧會被逼漂泊異國，
生活係困難啊咁樣嘅話咧，咁世事無絕對嘅，我相信都一定會有嘅。呢個就係冇可能咁完美嘅。譬如話，當你長期都喺嗰種環境生活嘅話咧，即使你再翻嚟香港，你要再重新適應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因為譬如你之前嘅工作又已經有人做咗啊，你之前嘅能力方面又已經追唔翻啊，你嘅人脈就冇咗啊，等等係會有出現呢個好大嘅問題，就係需要考慮。咁呢啲喺外國嘅政策咧，移民政策佢不斷咁樣修改咧，對於嗰啲移民總體嚟講咧，申請者咧都一定係一個多咗嘅一個心理負擔，其他生活上面嘅負擔等等嘅，一定係會某程度上面一定會有打擊。好啦，咁啊，今日嘅討論咧，我哋就去到呢度啦。我哋睇到咧，呢啲西方國家政策嘅收緊，讓到不少港人啊陷入困境，而香港嘅穩定同埋繁榮咧，亦都為呢啲人啊去提供咗另外一條咧嘅出路。嗰啲離鄉背景嘅，即係我哋話移居去外國嘅香港人啦，佢哋嘅親人喺外國咧就飽受政策同埋生活壓力嘅煎熬。如果咧佢哋揀咗翻香港咧，佢哋係唔係可以獲得足夠嘅保障同埋支持咧？好，咁啊，敬請咧關注我哋嘅下一集。咁我哋咧就將會為大家深入去分析回港嘅可能性，同埋具體嘅政策支持。感謝杜大狀同埋咧龔大狀嘅精彩分享，亦都感謝咧觀眾同埋朋友們嘅收看。歡迎咧身在海外、心大心細嘅朋友啊，隨時咧聯繫我哋。咁你哋可以加我哋嘅 WhatsApp 同埋咧 email 嘅。咁我哋下集咧就再見啦。